太棒！太可怕了，演员会演戏就算了，狗也会演戏哦。他是真的眼神会放电，对你笑，然后该走的时候走，然后该笑的时候笑，该扭头走掉的时候就走，是一只很厉害的神犬。她在所有家人不知道，只有丈夫知道的状况之下，她失去她的孩子。所以我那时候其实，在故事开发的时候，我们就设定了一个狗狗去代表美莲她说不出来的心情。他也愿意就是让我就是抱啊、揉啊、搓啊什么的，所以要用爱去跟他好好沟通。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准备，会觉得今天可能会有很多时间花在动物演员身上，但是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完全他太厉害了，太灵敏了，让他做什么他完全做得到，而且再难再大的动作让我们现场的人赞叹佩服不已。神犬哭嘛？对，你就帮我站在我们旁边，他一定会抬头看你，然后他就会把那个手。那这个镜头我记得试了10几次，试到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哇，库玛要生气了，库玛要不耐烦了，我怎么办呢？然后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有跟他认真在讲戏，就拜托他说，哎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这样，对，请他不要生气。这样，虽然他是天使狗狗，但是他有时候他能不能走到我们想要的位置，把那个东西放下来，真的非常难。我要哭了，他终于成功了。可以。帮忙鼓掌一下。库玛杀青啦！拍狗狗真的很困难，但是我觉得库玛是一个我见过最好的狗演员吧，他很棒，今天应该找他来访问，然后这样子才对，这样。